好多人想學風水，一嚟到就問有冇啲乜嘢發財秘技，有冇嘢可以擺下就搞掂。如果你係抱着呢種走捷徑嘅心態，咁我會勸你一句：6月29號星期一晚係太子開課嘅玉園風水精華班，並唔係你杯茶。風水唔係擺公仔，天地有氣律，命運自有玄機。真正嘅風水從來都唔係啲乜嘢投機取巧魔術，而係古人留俾我哋嘅空間、時間、能量規劃心法。玉園風水精華班係星期一晚8點正式開課。點樣係2024到43年九運動盪變幻當中節節領先？我會將我多年來風水實戰嘅底層邏輯毫無保留咁話你知。我會教識你尋找單位嘅財位、文昌位，學會運用五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嘅力量，用玄空飛星嘅力量同埋易經嘅啟示，助你一臂之力生旺氣場。有人問我對學員有乜嘢要求？我要求只有一個：用心理解學習。我希望遇到不僅僅係準時上堂嘅學員，更加係具備獨立思考、肯花時間心思學習嘅朋友。一間風水差嘅屋可以困住一個人，學通一門知識則可以成就人生。如果你已經準備好提升自己嘅能量格局，歡迎你星期一晚上係玉園風水精華班正式見面。多謝。